對於頂尖運動員嚟講，勝負只有毫厘之差。喺競賽中要獲得成功，除咗刻苦鍛鍊之外，天時地利更係決定成敗嘅關鍵因素。今屆全運會落戶粵港澳，比賽場地遍佈多個地區，無論係戶外田徑賽跑，定係室內籃球對決，溫度、濕度、氣流、氣壓等氣象變化都可能改變比賽結果。為咗確保運動會順利進行，多地區氣象部門聯合會商，共同以人工智能作為驅動，融合大數據以及精密監測，精準捕捉風雨雷電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為每一位運動員創造最合適、最公平嘅競賽環境。約定大家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讓我哋一齊做氣象科學嘅見證人，一齊飽享呢場豐富嘅體育盛宴啦！